一成，等我一下。江总，我们来学校干嘛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拜访李教授啊，你上学的时候应该也听过他的课吧？完了完了，见到李教授不就彻底穿帮了吗？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疼得这么及时？你应该也是上学的时候见老师就肚子疼的人吧？我这是老毛病了。既然是老毛病的话，去教授办公室坐着吧。走。哎，师哥，我肚子真的疼，你能不能帮我买杯热饮啊？你这么拉着我怎么买啊？麻烦了。看你还有什么话找我。